来继续来看这个嘉义市今年度的购物节正踊跃，民众消费订阅的总金额高达8亿3千万。嘉义市政府抽奖嘛抽出着几来的大奖，讲第一个互抽到100万油电车的得主，因为发票已经无去了，失去着提奖的资格。来三市消费，累计满500元。 7月份开始，嘉义市购物节，市政府提出真济大奖来刺激消费，包括名牌皮包啊、双人欧洲往回机票等等。安尼做真正有效。2个月发票登录总金额有8亿3千万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。10月28进行抽奖，其中这台价值100万的油电车得主是这位李小姐。我车开了20几年，一直非常想要换这一台 RAV4。 讲驶20外档的车总算会当换，是讲其实本来得主唔是伊，就是因为发票不会不见。无唔对，就是因为本来得主找无发票，所以讲甲这台车无缘，机会就让予彼此第一顺位的李小姐。所以讲买物件时，这个发票还未对奖前爱好好啊保管，才袂讲财神爷上门的时刷价撒出去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